我去，满分100分，我竟然考了91分。我就说吧，小学1、2、3年级成绩那么好，到了4年级肯定也很好啊。好久都没跟珊珊一起联系了，我转到城市，她还在农村。哼，那个土妞，她现在应该都不知道我成绩那么好吧？什么？老师要自选班长？哼，我成绩那么好，肯定是我班长啊！必须投票，好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是不投我的话，我就不跟你们一起玩了，你们看着办吧。哎呦，我果然当上了班长，哼，太好了！哎呦，老师去开会了，终于开会去了。你去把桌子给我搬过来，我要躺一会儿。你们去给我倒一点水吧。凭什么呀？我们凭什么给你倒水去？对啊，我们凭什么给你倒水去啊？我可是班长，你们要是不给我服务的话，你就等着吧，我要告诉老师。就你呢，开导他吧。好的，老师，您教导有方，我这就批评一下他。那他今天还能来上学吗？孩子的9年义务教育肯定是可以来上学的，但是你要好好督促一下他。行，老师，等下午我把他送过来，我先带他回去批评一下他。林雨瑶，我都告诉你了，不要惹事。1、2年级的时候你就那么惹事。妈妈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先不要。小红书。